可不可以麻烦各位？这两个字哦，不要再给我写错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不难哦。这个字不一样的意思。来，这个字是接在什么后面？接在动词后面哈。比如说，我电影看得很开心，我昨晚睡得很爽啊。除非有一个情况，除非它接着动词，可是后面还有一个主词，比如说，你写的书很好看，那这就是这个的。你睡的床很舒服，也是这个的，有没有？动词的主词。来，其实有个方式更容易记得怎么用这两个字。学台语，你要看，叫你学台语，你讲袂听。我昨暝看电影，看甲买好。我看电影的时阵，边仔有人在放屁。来，最后完整的一个例子哈，我的车昨去予另外一台车弄，伫我知影讲弄我的车是你的车的时阵，我就愈想要甲你的车弄甲密密麻麻。安尼有了解无啦？